上帝来仰慕伊，互咱的敬拜会当诚做真实的敬拜，互主来诚做咱生命的主，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伫一礼拜的生活工作了后，会当来你的殿院敬拜你，是何等值得欢喜的代志。主，求你搁一摆伫礼拜中做王做主，互阮的礼拜诚做真实来敬拜你，幸福伫你。主，你对阮讲话，互阮所听的诚做生命的快乐甲智慧。主，阮也为着所有服侍的同工祈祷。虽然阮拢是诚有限、智微细的人，但是伫阮服侍你、佮服侍正人的时阵，求你甲阮同工，就互阮的服侍会当诚做正人的利益，佮荣光主的名。主，为着抑搁伫路中的兄弟佮新朋友来祈祷，主，互因心内的挂碍，也是路中的挂碍，拢会当除去，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互阮所伫遮祈求的，来诚做即个礼拜的利益甲帮赞。主，你互阮欢喜敬拜的时阵，你就亲自对阮讲话，互阮的心搁一摆得到医治，得到鼓励，得到保护，得到帮赞。恭恭敬敬将礼拜放踮你的手中，愿你做王，愿你做主。我们国罗布伫遮，请讲话，我的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咱安静心，也特别注意咱的手机，互伊嘛安静，互咱的礼拜会当顺遂平安来进行。
盘山过岭地宣告和平，传好消息的使者，因的脚力哪会遐尔细？因宣告拯救，对锡安讲：你的上帝做王统治啦！听恁的守望者得出大声，齐声欢喜唱歌，因为因要亲目见证上主倒转来锡安啦！兄弟姊妹平安，咱要做伙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圣诗102首，主耶稣放杀的宝座免流，主耶稣放杀的宝座免流，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施恩，互阮有活命甲气力，通伫即个世界，甲所有的人以及万物共同生活、拍拼甲起造。但是，阮有犯罪，离开你的道路，也时常犯过失来得罪你，浪费你的恩赐，过头相信家己的计谋，放纵私欲，亲像羊只走迷，行家己的偏路。阮谦卑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恳求上帝洗清阮的罪，互阮有圣洁的生活来跟对你，也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感谢上帝起造双年教会伫牛埔庄这个所在，但愿庆祝释教112周年的时，也无忘记大上帝的大恩。感谢上帝也设立3支分堂、新庄分堂伫安养中心甲社福基金会，落实企业福音的意向，来教牧关怀园区员工以及时代长辈，互因也有敬拜上帝、播扬福音以及团契聚会的礼拜堂。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恳求上帝搁一摆兴起阮的感动。互阮无白白领受恩典，嘛着爱活出行动，无忘记你双年倒步精神的优良传统，互家己亲像倒步来服侍人，发挥互人和平、互人清气的作用。甘愿家己卑微，嘛爱带互别人祝福。恳求上帝你听阮的祈祷，照着上帝你家己的心意来行。阮知阮安尼的祈祷无够额，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度来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亲像伫天。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去，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查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万灵荣光都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做伙来交托启应文，请掀开圣诗后面35页。圣诗后面35页，启应文诗篇23篇，诗篇118篇。我来刻，请兄弟来印。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救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无惊。伊甲我开义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财富所起杀的石，已经成做触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耶和华，我担求你拯救。耶和华，我求你
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赞美！今日男声合唱团带来诗歌，带咱来敬拜。5万的诗，信心的歌。5万的诗，信心的歌。
万水的诗歌，真做咱的祈祷，献予咱的父上帝。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书第1章13到17节，请掀开台语译本123页，台语译本123页。路加福音书第1章13节，天使甲伊讲：撒迦利亚毋免惊，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你的母伊丽莎白会甲你生一个后生，你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翰，你会欢喜快乐。真侪人嘛会因为伊的出世来欢喜。15节，因为伊伫主的面前会做大人物。无酒、高酒，伊拢袂用得啉。伊游园伫舞台，就互圣神充满，又会互真侪以色列的子孙归向主，因的上帝。17节，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互背逆的人转向来对义人的意念，互子民准备便通迎接主。以上是上帝的话。现在去梁维真牧师带来信息，要讲的信息是真做预备者，真做预备者，请咱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弟平安，会分享信息进前，咱做伙搁一摆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你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会看见生命的智慧。求你赏赐阮有为听的耳，甲受教的心，所以阮无听到白白空空。主啊，阮心内丧香佮摇摇，求你赐阮得着饱，佮赏赐圣神的话命，互阮的生命为更新转变来长大。安尼祈祷，陆续行说咧，约翰进前，咱要先来看咱开始要经过的一个时期。今年的冬天来了晚，去了嘛真晚。所以咱抑阁感觉咱哪像抑未过春天，抑阁伫冬天起起落落、真寒冷、甲真湿的天气内底。今年的春分甲过偌济嘛来了真晚，春分伫3月20，过偌济伫4月20。因为安尼，今年的大灾节期其实是为3月5号到4月17。大灾节期其实就是耶稣受难甲搁活的有悲，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甲受死，感谢上帝的拯救，搁伫反省内底看见家己生命的状况，有比搁偌济甲春天真正会来到，互咱一年会当有好的夜景，有好的静坐。也有好的修行，所以伫即个有备期内底讲有备者，我感觉是真好势的代志。所以咱倒来讲行洗礼的约翰，咱可能对行洗礼的约翰拢有一款固化的印象，就是固定的印象。伊是祭司撒迦利亚的囝。妈妈伊丽莎白真年老才生伊，本来无拍算会生，结果年老来生伊。伊是耶稣的表兄，伊住伫旷野。伊施行洗礼，通好讲是较头前伫行洗礼。伊有比最后所道路的人，伊最后互希律王甲伊抬死，成做殉道者。这是咱对行洗礼约翰真固定的印象，哪亲像伊准备主的道路了后就无啊？
那亲像一句话讲，伊是主耶稣的准备者了后，咱对伊无其他的印象。但是感觉是安尼，咱可能无解会记哩伊的喜怒哀乐，伊欢喜啥，艰苦啥，生气啥，为虾米来哀伤？咱若亲像无解关心伊面对家己迄个特殊的任务的时阵，伊要讲到迄互众人，也是讲甚至是即种正真无欢喜的信息的时，也是伊面对死刑的时，伊减会惊，伊敢会摇动，伊减会埋怨上帝讲：主啊，你哪互我即个遮困难的道路，为虾米袂较轻巧淡薄？你怎样拣选我？面对伊的表弟耶稣是主基督的时，伊心内有怎样的心情？伊赴死的时阵，伊在想啥物？读新约的时阵，咱真紧就甲过去。虽然确定加西勒约翰伊派伊的学生去看耶稣，确认耶稣是基督，是要来的弥赛亚的时阵，那亲像伊的人生就到遮煞尾，人生落幕，伊也退出新约的描述，无够重要。但是即款的读经角度敢对吗？圣经其实用真侪的篇幅在讲到加西勒约翰，对伊出生的语言就开始写。伊是耶稣的前导官，伊是耶稣有比者。咱哪亲像无应该遮轻巧、遮忽略来读伊？其实，读西勒约翰是真正重要的代志，因为咱拢毋是主耶稣，但是咱拢是一款程度的行西勒约翰，就是耶稣福音的有比者，行伫福音头前的迄个人。所以，搁一摆认真来读行西勒约翰的一生。伊的信息，伊拄着的困难，伊面对的挑战，互咱有真侪的反省，真侪的思考。也其实，《路加福音》第1章到第2章上特别的，毋是干那有西勒约翰，毋是干那对西勒约翰的语言，甲伊的出世，耶稣的语言，甲伊的出世，安尼尔，伊写真侪有比者。这有比者包括西勒约翰的爸爸妈妈。这是撒加利亚甲伊的妈妈伊丽莎白，因领受天使来的有缘，参与伫伊的应允，这个应允的实现，然后伫中间经历新热基础。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甲迄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丈夫叫做约瑟，但是咱拢知伊是一个好人。伊是一个顺服主上帝旨意的义人，遐不断出现的天使，嘛毋知是几个，圣经写了无足清楚。搁较侪有味者，就安尼进入咱的所读的圣经内底。迄个着惊各样的人，后来变做欢喜。迄个年老的西面。甲女先知阿娜，人看见遮有比遮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年，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角色，参与伫耶稣福音的道路的程度嘛无共款。但是伊用无共款的角度，真侪角度，拢在宣讲同一个消息，就是弥赛亚要来，救赎的迄位要来啊！因伫耶稣也未出来传道理的30年前，就开始讲这个消息，一直到耶稣出来传道进前，行西勒约翰继续讲这个消息。因中间有真侪人
甚至无看到耶稣大汉，因无看到这个大好福音的消息的实行。对路加福音遮尔多的有笔者，对洗礼约翰真做有笔者的代表，也对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咱来搁较深来了解什么是有笔者。第一，咱来了解，其实有笔者嘛需要经历受有笔、被有笔的有笔期。今仔日的经文安尼讲，撒迦利亚毋免惊，因为上帝已经听你的祈祷。你的某伊丽莎白要甲你生一个后生，你着甲伊号名叫做约翰。你会因为安尼欢喜快乐，真侪人嘛因为伊的出世来欢喜。所以咱知约翰的出世是上帝特别的应允。约翰对伊伫母胎内底、妈妈的腹肚内底，就互上帝拣选。伊要成做迄个袂当生育年老的爸母的欢喜甲成就。伊要因为顺服上帝的旨意，互上帝的心嘛欢喜。所以每一个有笔者的出现，拢是上帝的有笔。上帝大成有笔。经文继续安尼讲，伊伫主的面前为做大人物，无酒交酒，伊拢袂得用。伊犹伫母胎就互圣神充满。上主看重约翰，圣神充满伊。因为安尼，耶洗礼约翰自细汉到大汉，拢甲别人过了真无共款。伊毋是白白去互上帝看重，伊付出真大的代价。伊的性命改变，伊的生活方式嘛改变。所以伊爱伫旷野过单独、孤单、自我清洁的生活，自洁的生活，来准备家己，有备家己。互主来用，所以咱嘛看见一个有备者，伊爱自我有备。有一天时机成熟，主才会讲来去倒位为我做啥物代志。关乎约翰的使命，经文安尼描述，伊讲伊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互背逆的人转向内底义人的意念，互子民准备好，会当领旨因的主。以利亚的精神就是勇敢甲顺服，以利亚的性命充满坎坷，真侪届受对散，真侪届伫孤单来传讲的内面。这句话就表明，行洗礼约翰要行同款的路，有同款的生命的旅程。伊要成做新约的以利亚。约翰所要传播的消息无同款，伊要所做的代志嘛无同款，因为伊要为主耶稣来有备道路，有备人的心，来领旨福音。因为安尼，伊会经历执政者的压迫，甚至最后为安尼付出伊的性命，成做顺路者。咱会当想象，约翰一定嘛会惊，敢毋是？伊可能嘛会犹豫啊。伊是一个人有肉有血，有限有罪，软正的人，伊会惊，嘛会犹豫。你讲牧师，你哪会知？因为伊找派伊学生去问耶稣讲：“你敢是阮要等迄个？还是阮爱等别人？”这就是犹豫啊！但是无论
伊的道路偌尼啊困难，无论人物是偌尼啊困难，亚瑟的约翰就安尼顺服，甚至顺服到死。所以无辜负上帝的看重，伊也因为安尼得到耶稣的学乐。耶稣讲：妇人人所生的，无一个比洗礼约翰搁较大。这是一个真悬的学乐，敢毋是？耶洗礼约翰就将伊短暂搁少年的一世人献予上帝。圆满来完成成做基督的有备者的这个职分，为伊来付出伊的性命。对伊，也对路加福音第1章到第2章，真多有备者的性命，咱会当看见，嘛来学习这有备者真水的特质。诚做一个有备者，首先咱来调整咱的心，互咱甘愿做配角。咱有即款的心志，其实咱若真正认真来想咱的性命，甲别人的性命，咱会发现，除了伫咱家己的性命内底，咱来好好做主角，好好来实现上帝对咱性命美好的旨意甲计划，尽力过了丰盛以外，咱伫绝大多数的场合，拢是配角。因为安尼，咱常常也诚做别人性命的配角甲有备者。诚做有备者，咱爱认知咱是配角，爱调整咱的心态，甘愿啊，甘愿做配角。毋是甘愿尔，咱阁爱认真、尽忠完成做配角的任务，毋是直直想要伫 spotlight 下骹闪闪死。若亲像 spotlight 若无伫咱的身上，咱就足艰苦、足无爽快。嘛毋好逐工、逐摆，咱拢想要做讲最后一句话的人。咱爱会晓配合别人，会晓成全别人，会晓诚做别人的帮衬者，甚至咱爱了解做配角的人，这有备者，伊可能将来无互看见，因为认真甲努力，可能伫事前，可能伫事后，可能伫大下后，但是因犹原用心，犹原尽力，佮愿意来配合迄个主线的任务的进行。伊无懒散地行，家己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因为因的重心、顺服甲配合，因就诚做团队甲团体的帮助甲祝福。第二，诚做一个有备者，爱甘心互主用啦。即款的甘心，可能包括上主可能伫咱原来无料想的时间，即份时间内底用咱。面对这意料之外，咱来有弹性来调整，有能力来学习，有意志来顺服。当然，这毋是讲上帝足作业的，一定爱放咱伫咱无熬做的所在，用咱的有限甲软弱，嘛毋是叫咱逐概拢做咱袂晓的代志，放杀咱熬做的代志，乃是咱爱常常有备家己，因为咱毋知可能伫一个时间点，可能伫一个需要内底，可能伫一个机会内底。主就呼召咱伫一个特殊的任务内底，也伫即款的无意料的任务内底，咱才会体会到，原来我服侍毋是干那伫靠我的能力、我的温书、我的才调、我熬，是主的稳定教育我用，主的稳定教育我用。咱因为安尼，
咱也发现挑战甲逆境，才会训练咱的性命，互咱更较勇壮、有韧性、有强度，互咱更较信任咱的上帝。无论什么款的情境内底，知影伊所互咱的，永远袂超过咱所会当担的。祝福咱的，永远袂超过咱会当担的，因为伊会稳定教育咱用。诚侪有味者，最后一个特色是，咱无一定会看到应允来成就，但是犹顾满心欢喜。以表来书第11章记载真侪圣经历史内底的即款的人物，亲像云彩共款，因的生命故事甲见证。假设咧，约翰尼短短一生嘛是安尼。就亲像《路加福音》第2章所记载，另外一位有笔者，就是年老的西面，伊看到抑阁是婴仔，注定伊一定看无伊大汉的耶稣的时阵，伊会安尼讲：伊讲主啊，今仔日照你的话，互你的奴仆平平安安离开世间，因为我已经有亲目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准备的，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讲的啊，远远的名字，远远的名字。这个人伫相信内底，这个人伫属灵的目睭内底看见，但是因无一定亲身伫这个地面上来经历，但是伊的心。犹顾欢欢喜喜，是来兄弟，这拢是有比者，但是更较重要，咱嘛诚做有比者。即几个图是几若本册，是台湾宣教的有比者，对马雅国医生到马街牧师到吴伊廉牧师到咱台北医生到梅甘姆牧师等等，因的故事就诚做台湾版的希伯来书第11章，遐个云彩的见证人，咱也着安尼，诚做的一个世代的有味者。一来兄弟，咱来为着下一个世代来做有味，特别是今年10月，咱有搁一摆中级的选举。咱会开始看到世代交替，开始慢慢啊，互咱看见，咱会真有感触。诚做父母，咱为囡仔的未来有备；诚做资深的同工，咱为下一代少年甚至抑个年轻的同工准备有备因。诚做主的教会。咱来梦想下一代未来的教会，为安尼来有备，诚做有备者，诚做后一个世代的配角，甚至是咱可能是看无成就迄日会起地基的人，咱悠然欢喜快乐，因为伫人无看见的所在。伫真侪人甚至毋知影袂记哩的时刻，若教会有一块砖是我带落，我就欢欢喜喜。无人看见，无人知影，无人记得，但是有一块砖我带落，我就欢欢喜喜，因为主。知我的命，因为主知我，知咱的命，就够呀。用建堂做例，未来20年内底，咱教会所面临上重要、上大一项代志，可能就是第5届建堂。用这做例，咱就足有感触。面对建堂的问题，有一些少年人可能会感觉讲：哎呀！有必要遮着紧吗？迄是足侪年了后的代志啊！教会这个建筑物抑阁真臃肿，
经过地动嘛好势啊！上帝互咱起了足勇壮，但是重要的工程需要久长的准备。今仔日也着努力。第五届建堂遐个牧长、遐个长辈，可能伫开始要建堂，也是新堂起了，就退休啊。甚至有一寡长辈可能无法度、无方便过来礼拜啊，然后一寡长辈可能去更较好的圣殿礼拜啊。但是因为会当做主的工，会当为着建堂做伙准备，来起造教会，就心内欢欢喜喜，因为心存愿望。为着少年一代，为着所带过的青年，为着甚至家己的孙仔，会当伫新的礼拜堂安全搁好势来敬拜，心内拢是欢欢喜喜。这就是有比者的心情。亲爱兄弟姊妹，互咱做伙甘心乐意，诚做有比者。伫事前，伫事后，看头看尾。伫后台无人看见的所在，嘛尽忠尽力，为着别人伫台顶的表现，鼓掌欢呼，亲像洗礼的约翰。伊安尼讲，伊一定拿兴旺，我一定拿衰微。原咱安尼讲，咱一定拿衰微，因一定拿兴旺。咱即代会拿衰微，下一代会拿兴旺，就少年一代兴旺，会加做教会的兴荣，互咱欢喜，诚做有比者。无因为人世中遐个起起落落，心内就波动；无因为侮辱到误会来生气。无因为哪来哪老就伤心，因为咱只有为主欢喜，因为咱是受主拣选，互主祝福，互主差遣，来完成主的工，来恩主高效。也因为安尼欢喜，因为安尼心满意足，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呼召阮来诚做你的同工，一代搁一代的信徒甲同工，诚做别人的有备，诚做祝福因的有备，阮的心就欢喜，阮做了这个工就满足。主，你继续帮助阮，互阮用宣教、用牧养来诚做社区的祝福甲帮助。互阮诚做有被主道路的人的时，主你就甲阮同工同行，互阮所做来得到你心意的欢喜。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咱要继续吟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04首，我真爱讲这个故事，我真爱讲这个故事，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要继续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咱做伙来感谢，感谢天父上帝找阮真做你的路用，有份伫你的事工顶面，伫你的面前，阮将对你来的材料、气力、金钱，甚至是阮的性命，奉献予你，真做主你来所用。阮安尼的感谢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请掀开周报第4页，躯体关怀。本会高彦斌执事的爸爸高德宏兄弟伫2月25日安享主怀，定伫3月15，也就是本礼拜六的上午10点。伫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本会朱正义的执事的妈妈刘金基姊妹伫2月28安享主怀，伊定伫3月2日
也就是后礼拜六的下午点半，伫教会7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本会吴信昌执事的爸爸吴天树先生，伫3月15过世过往，定伫3月16，就是后礼拜的主日上午7点半，伫台南市义儒园会馆举行公祭，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恭喜本会会友赵立新弟兄，也就是赵远峰、张琼玉的后生。伊甲王玉玲姐妹，因伫2月26日，若有一个生一个幼囝吼，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另外，牛埔庄的讲义所的消息，牛埔庄讲义所有一个专题演讲吼，这个讲题就是对犹太人的自我认知来讲以巴的冲突的解决方法。讲员是郑养恩牧师，伊要讲的内容是战争也未结束，日期是伫3月30日主日，要伫10楼的礼拜堂，时间是伫第3场的礼拜结束，也就是12点半开始到3点。讲座开放自由入场吼，无限报名，但是当天有提供简餐吼。简餐若是有需要使用简餐的人，请一定要登记，吼。登记是伫3月26日为止吼。第二项就是中职信徒的训练课程，伫3月2日开始，连续4礼拜，时间是伫每礼拜六的9点半到12点。讲师是咱的蔡正道主任牧师吼。这个对象吼，特别是要邀请现任的中职，甲未来的中职来报名参加，嘛欢迎会友来参加吼。若有其他教会的中职甲会友，嘛欢迎吼。报告以上，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这是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伫遮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摆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上帝的2位。第一位是陈永和兄弟吼，伊是清流执事的先生，请站起来，互咱伫遮，咱来欢迎吼，请坐。第二位是高淑凤，伊是彦斌执事的妈妈，头前的所在吼，咱求主继续安慰这个失丧的家庭来扶持因哦。抑阁有其他第一摆做伙敬拜的兄弟甲新朋友啊无？若无，牧师爱特别提醒吼，天地足变化的，所以咱爱真正保护咱家己的身体，爱特别注意吼。咱较点嘛，为着头拄无爽快的同工来祈祷，咱做伙来做牧养的代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享受和平的主。主，阮就将国际的局势放在你的手中，伫即个有机会和平的时，你来保守甲带领。为着台湾来祈祷，互阮的政治、互阮的社会、互阮的经济，拢会当好的方向来进行。为着教会来祈祷，互阮用宣教来庆祝释教。互真侪人得到祝福甲帮助，为着所有机构的服务来祈祷，互阮因为阮的好所行，帮助人来荣耀主的名，也为着身体破病、失丧亲人，也是心灵软弱的兄弟来祈祷，主你医治、安慰、扶持、保守，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上言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
做伙来领受祝福。愿咱成做主福音的有备者，因为咱是受主拣选，互主祝福，搁互伊差遣，来完成主的工，甲主交效。因为安尼欢喜，也因为安尼心满意足。愿恁成做主福音有备者的是天父教业的恩典主爱，主耶稣国活的大困难，圣神真理的引带甲保护，甲恁三甲伫地，直到生命的路尾。阿免。请坐，灭倒谢阮恭受差遣。